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18日，我们依然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，来将自己摆上。愿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愿我们跟着上帝的脚步来走。在当中，当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情，我们愿上帝帮助着我们。在当中，我们也经历到旷野的路途。那在当中唯一的力量，我们仰望在上帝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，一起来敬拜旷野中唯一的力量。是爱我的天父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你是爱我的天父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我是尊贵的儿女，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。阿爸父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把所有的手足归祝福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我呼
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了你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恩典与祝福。让我们在当中，虽然有时候生命走入了旷野，然而在我们在旷野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，经历你的同在。你是我们在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带领，在旷野中去经历主你的恩典。虽然在绝望当中，但是你仍然的不断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看顾着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情况里面，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说你恩典与话语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同在与帮助。当我们呼求你，你必然拯救我们。你是信实的天父，让我们在当中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恩待我们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18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5节到第21节。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5节到第21节。这边说，我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子就到了。以东啊，你将照你所做的得到报应，你付出什么，一定得回什么。我的子民在我的圣山喝了苦杯，所有邻国要喝更苦的杯，他们要喝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锡安山上一定有人逃脱，这山要成为圣山，雅各家将得回原有的土地。雅各家将成为烈火，约瑟家将成为火焰，他们要烧毁以扫家，像火烧麦秸一样。以扫的后代无人幸免，我是上主，我将宣布了。犹大南边的人要占领以东，西边山脚下的人要攻取非利士。以色列人要拥有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土地，便雅悯人要得基列。北以色列的流亡军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从耶路撒冷流亡到撒迪斯的人要占领犹大南部诸城。得胜的以色列人要攻击以东，统治以东，上主要亲自作王。今天的经文在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5节到第21节，让我们找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在这2天读了俄巴底亚书，是蛮短的一本先知书，而在当中他也表明了他是他所看见的异象，上帝对他说的，上帝让他所看见的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到，这就是上帝恩待他的选民。虽然他的选民得罪了上帝，做了许多的事情，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看到那些经文在讲到说，上帝差遣其他的人来惩罚以色列，然而上帝依然爱以色列。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在讲的以东，也就是以扫的后代，所以以东跟以色列，也就是以扫跟雅各的后代。这当中这2个国家其实也就是兄弟，这对兄弟他们在这当中是互相帮助，还是互相的欺负？其实在这很多事情里面，都可以从过去的相处当中来看。昨天有讲到说，在以扫跟雅各当中，其实以扫他不是很看重这些东西，但年纪渐长的时候，其实他也蛮看重长子的身份，或者是那种祝福。当雅各欺骗了他那些东西之后，他也很生气，在他当下他说他想要把他弟弟杀死，所以雅各就赶快逃，因为这弟弟抢了他的东西。但当雅各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以扫他也顾念着这兄弟之情，所以他真的很热情的想要去接待他的弟弟。但后续会怎么样，我们不晓得。然而这2个兄弟性格就很不一样，所以所带出来的这2个民族其实也很不一样的性格。但昨天的经文里面在讲到说，以扫的后代以东，却是对以色列落井下石。当众国这些邻国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他掺一脚，他没有去帮助他，他甚至讥笑他们，甚至也去抢夺，甚至也去丢了石头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可以看到好像这里都是一丘之貉，在当中也看到这个国家其实一直陷入在那个境况里面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顾念着这以前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，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，上帝和大卫的约定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依然如此。因此在这经文在读的时候会发现，当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，没有什么能够隔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其实我们可以去经历到很多没有理由的，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确实会有许多苦难，但是上帝也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他的恩典。一开始这边讲到说，我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就来到了。以东啊，你将照你所做的得到报应。所以这样的报应是什么？他所做的是什么？也就是我们前面那14节里面在讲到的，他所做的也就是去攻打了以色列，也就是去迫害了以色列。所以昨天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说，敌人攻破城门的日子，你竟袖手旁观，你把财宝分赃据为己有。当遭遇苦难的时候，你不应该瞪着眼看，你不应该幸灾乐祸，你不应该嘲笑，你不该闯进他们的城门，你不该睁眼看他们受苦，你不该抢夺他们的财物。最后讲到说，你不该站在交叉路口捉拿逃难的人，你不应该在他们遭难日子把他们交给仇敌。我们试想，若是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所遇到的，而我们周遭的人，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朋友这样对待我们，那你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事情？我想如果是我们经历到，我们都会难受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身边的人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，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人，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可能这样子。但这边在讲到说，或许别人是如此，但是也看到，哇，没想到兄弟却是如此，以东却是这样对待的以色列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将照你所做的得到报应，你付出什么一定得回什么。你这样对待以色列，
那你要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就会临到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讲，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先这样待人。你为人祷告，你帮助这许多人。其实当我们帮助许多人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会发现当你软弱的时候，这些人也来帮你。而当你欺负人的时候，当你遇到一些事情，人家有可能也是如此的对待你。所以这世代也常常说，当好事转了一圈，过了几手之后，也是祝福在你身上。当你所做的坏事，其实更快的转了几手，就临到你的身上。或许这是有人说的因果，而在当中，或许我们也该回来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。所以在这2节经文里面，在讲到的就是所做这些，上帝也会让他们去经历。所以今天我选的经文在第16节，其实他讲到说，我的子民在我的圣山喝了苦杯。这就像耶稣所说的，对他门徒说，我喝了杯，你们能够喝吗？他的学生说，我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固然要喝，而且在当中要承受更大的事情，更大的苦难临到他们。这样的苦杯临到以色列人，临到上帝的子民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会喝苦杯，我们会去经历很多苦难。但是上帝这边说，那些邻国、那些欺负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喝更苦的杯，他们要遭受更大的苦难，而且他们完全的没有办法闪躲，就需要去经历这一些了。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，他们必然要去承受这些，甚至有些国家就在这样，他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其实这些欺负以色列人的，上帝会亲自出手，会让他们去经历他们所给予以色列人的苦难。上帝惩罚他们，也让他们真的去经历，要去经历那一些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也回来看，虽然我们经历这些苦难，但我们依然要敬拜，要感谢。这许多苦难若不是上帝允许，这许多苦难虽然上帝允许，但后面上帝也帮我们承受了许多，也帮我们遮盖了许多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回来想，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去想，是不是上帝要让我们在当中去学到什么，去面对什么。当我们面对许多苦难的时候，相信也是上帝知道我们的难处，知道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得以承受这些，而且这些攻击我们、伤害我们的人，上帝必然为我们出手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，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会去抱怨上帝，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回到上帝面前，向上帝诉苦，但也期待上帝出手。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经文，常常我们要提醒，看到这些经文好像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我们也去想，以色列他们经历的苦难，如果只有1天2天，他们应该也不用，可能也不会向上帝诉苦。但是这样的事情势必是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的时间，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来寻求上帝，寻求上帝的帮助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确实也经历这些之后，上帝出手，他们也更深的去仰望上帝，跟随上帝。因为这些苦难向上帝来诉苦，上帝也请那些士师，也呼召了先知来到他们当中。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喜安上一定有人逃脱，这山要成为圣山，雅各家将得回原有的土地。所以上帝祝福了以色列，祝福了雅各家，祝福了这个家族，祝福了这个国家。然后我们看到，当这样的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逃脱，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，这当中或许经历到很大的灾难、苦难，但是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就在当中来掌权。
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让我们去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。这里面讲到说，雅各家确实却经历这些，但是上帝也让雅各家去得着许多的恩典。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会看到，哇，上帝很多恩典，很多应许在这当中再次临到他们。雅各家将得回原有的土地。你们被掳走了，你们被攻击了，你们被抢夺了，上帝让你得着原有的恩典。其实我们常求更多的恩典，但是在难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求恢复原来的，这样就好。上帝也应许将得回原来的土地，而且在讲到说，雅各家将成为烈火，约瑟家将成为火焰，他们要烧毁以扫家，像火烧麦秸一样。所以是回到前面的经文在讲的，上帝要帮助以色列他们起来，然后回去攻打这些，去惩罚这列国。所以上帝也让他们能够站立起来，成为烈火，成为火焰，烧毁以扫家，回来惩罚他们，去攻击他们。上帝要建立他们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多的依靠上帝。这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在软弱当中去夸上帝的刚强，不是在讲我多厉害。前面经文在看到是以东他在炫耀自己，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所看到是我们不是在炫耀自己，而是在夸耀上帝，在夸上帝的大能，在敬拜上帝，将荣耀归于上帝。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上帝的能力复辟我们，而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常常回来上帝面前，不管在很多的祝福临到的时候，或者是经历了一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将这些都归荣耀于上帝，将这些都摆在上帝面前，仰望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样的国家，这样的后代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或许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，或许是家庭与家庭的关系，去看到有很多人的炫耀，很多人在欺负你。但是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，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许多话语，这边说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上帝透过俄巴底亚来对以色列，来对以东，来对这邻国这众国来说话。或许我们有可能有这样机会，上帝透过我们向众国说话，向这许多人来说话。这边说我是上主，我就这样宣布了。可以看到先知常常这样讲。当我们之前在讲到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也会讲到有很多先知是假先知，他们也会学习这样讲。但是我们看到俄巴底亚，上帝拣选他去向以色列，去向以东，去向列国来说话。而且上帝出手，就像很多人在说，哇，旧约里面在讲的，哇，确实很恐怖，也在当中也是如此。因为那时候那时代的人出手都很狠，所以上帝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他们。这边讲到说，犹大南边的人要占领以东，西边山脚下的人要攻取非利士，以色列人要拥有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土地，所以就是重回荣耀。便雅悯人要得着基列，其实一步一步的重回过去的荣耀。重回荣耀，也就是过去所得着的，上帝要重新祝福给你，这才当有办法。我们再讲到复兴，也就是如此。或许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让上帝得不到荣耀，让我们在当中我们所做的无法去荣耀上帝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，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当上帝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，为我们出手的时候，才有办法重回荣耀，才有办法重新的荣耀上帝，才有办法回到我们所说的复兴。而在当中也确实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一些，让上帝的恩典，让上帝的荣耀去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一代一代的再次的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
所以在俄巴底亚身上，我们看到上帝所说的，也让我们重新的荣耀上帝，重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国家当中，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，上帝一个一个让我们索取回来，也让我们再次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仓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之后，又离开，又去拜其他的神，但我们却是要让我们不要去经历那一些事。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上帝，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我们要更多的去学习大卫。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常提到大卫。提到大卫的时候，有时候说他们不像大卫这样子。而有几个王，上帝经文里面提到说，他们像大卫一样敬畏上主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也要回来去看，我们有没有常回到上帝面前，去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这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些王，上帝常常用大卫来当一个基准尺，去丈量这些人，他们是在这上面还是这下面，他们是沦落了还是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这当中，当我们看到一把尺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很紧张，究竟我是加分的还是负分的？我究竟有没有走在上帝的心里面？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要让以色列重回荣耀，重新经历这一些。所以北以色列的流亡军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从耶路撒冷流亡的撒迪斯人要占领犹大南部诸城。所以我们看上帝就让以色列一步一步的重回这样的荣耀。所以很重要，他最后一句话做结尾：得胜的耶路撒冷人要攻击以东，统治以东。所以前面的在讲到说以东以扫的后代，哇，很自傲，很骄傲，哇，觉得他们很厉害。他们用了很多方式去讲自己很厉害，去欺负以色列人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人得胜的耶路撒冷人要攻击以东，要统治以东。所以，当我们要进入到这样被拣选的基督徒，是上帝拣选我们，让我们重回荣耀，让我们要得胜再得胜，让我们在当中去得着这许多的人，要攻击以东，统治以东。所以，就像我们这2个礼拜在看的那幸福小组的训练一样，上帝不是要我们去打仗而已，打仗有可能是瞎忙，有可能在当中是打败仗。但是很重要是，上帝不是让我们去打仗而已，是要让我们去打胜仗。就像这边在讲的得胜的耶路撒冷人，我们可能就像之前一样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着许多被欺负、被凌虐，在当中他的兄弟以东也一直在嘲笑他，甚至陷害他，甚至落井下石。当他们要逃跑的时候，以东人还把他们抓起来交给那些其他的国家。而在当中在讲的是得胜的耶路撒冷人，后面说上主要亲自作王，亲自在他们当中作王。在我们很多诗歌当中都会唱到上主在宝座上成为我们的王，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亲自来统治他们，帮助了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回到这当中将主权交给上帝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？就像这边在讲的，这苦杯你们固然要喝，在上帝的殿，在上帝的家中要喝这样的苦杯。然而旁边的人，这些邻国，这些欺压的人，他们要喝更苦的杯，他们要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，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上帝要亲自出手。或许我们正面临了许多苦难，或许我们正经历了许多人的欺负，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寻求上帝的大能，寻求上帝的作为，在当中也让上帝帮助着我们。我们也真的要降服在上帝面前。当上帝要出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还在像以东这样子，在自高自傲，在骄傲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先降服在上帝面前。
不再是看重自己，而是虚空自己，降服在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，完全的仰望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真的是很骄傲，就像以色列人王一样，也曾经因为骄傲，让其他的人来到他的国家里面去看他的王宫里面有什么，他还炫耀他所有的。然而上帝也透过先知说，你让这个人所看的以后都不会在不会在这个地方了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透过这2天的经文，我们也来思想上帝的带领，上帝要怎么带领你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在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当中，你都与我们一起来重走这条路途。当我们面对许多的苦难，身上的许多重担，你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担这样的事情，甚至你要让我们将这样的重担交给你。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看见主你的作为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降服在你的面前。当你说让我们要得胜，在得胜的时候，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，去面对这许多事情，跟着主你来走。主，让我们将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苦楚
一切的重担都交在主你手中，也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。或许我们也经历了许多像以色列的状况，但是也让我们更深的回到主你面前，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愿主你不舍弃我们，而是像以色列这样子，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而且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离开。就像你不断的在对着所罗门以及他的后代讲，不要离开上帝。这些恩典依然与我们同在，也依然的与我们的家族来同在。主，恳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主你的赐福，主你的保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透过先知对当事人说话，也感谢主，你透过先知的话语也在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要重返荣耀，让我们去经历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经历一次一次的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赐福。感谢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帮助与带领。主，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愿我们的分享，我们的领受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也可以帮助着许多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。感谢主。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愿上帝赐福你。